越戰越強，傳說對決，老崔版，水晶防禦塔還剩最後18%內9席。解說員小綠的尖叫穿透全息投影，競技場穹頂的全息計時器閃爍着猩紅的3.47分。我的手指在神經接駁操作艙裏微微顫抖，耳邊傳來隊友粗重的喘息聲。全息地圖上，三路兵線像三條毒蛇般逼近我方水晶。敵方打野灰麟正在主宰龍坑前跳起死亡圓舞曲，雙刃挖出的寒光影得廢墟神廟的斷處忽明忽暗。經濟面板上刺目的7000金幣差距，讓我的太陽穴突突直跳。要不投了吧？射手凡恩的聲音帶着哭腔，他的聖劍早在10分鐘前就被灰麟劈成兩截。輔助厄馬爾坦在座椅上，治療權杖滾落在腳邊，像頭傷陷的藍寶石碎成蛛網。我盯着操作屏上莫拉的猩紅披風，虛擬皮膚下真實的冷汗正順着脊椎滑落。這個冷門刺客此刻殘血龜縮在藍 buff 草叢，猩紅之月彎刀只剩7點內9。觀眾席傳來的噓聲像潮水般漫過耳際，但廢墟東南角的某塊石板上，幾道新鮮的刀痕突然刺進我的視網膜。等等，我的聲音在戰隊頻道炸響。你們看神廟祭壇西側第3根石柱。當灰麟的刀刃第17次劈開凡恩的胸膛時，我們終於破譯了那些刀痕的秘密。全息地圖突然泛起金芒，系統提示在戰場上空炸開。遠古戰魂覺醒越戰越勇被動激活，每次擊殺永久提升1%全屬性。小綠快看，星火戰隊的莫拉在偷打暗影 buff。解說台突然爆發的驚呼讓觀眾席炸開聲浪。我的指尖在操作屏上挖出殘影，莫拉的披風掠過神廟殘垣，猩紅之月精準刺入暗影魔像的後頸。灰麟帶着他的雙刃天團殺到時，我正蹲在魔像屍體旁慢條斯理地擦拭彎刀。全息投影將我的冷笑放大在場館穹頂。感謝快遞服務，這趟順風車我收下了。接下來的7分鐘，廢墟神廟變成了血腥劇場。當莫拉第8次從陰影中躍出，用彎刀勾住灰麟的喉結時，經濟差已經縮小到2000金幣。我的狀態難理，越戰越勇的層數正在瘋狂跳動，每次擊殺都讓莫拉的肌肉在月光下膨脹1分。他們在拿我們疊被動。暗影王朝的中路法師終於發現端倪時，我的彎刀已經捅穿他的水晶發球。厄馬爾的治療光幕適時落下，凡恩的聖箭穿過我撕裂的傷口，將趕來的坦克哥德爾釘死在祭壇上。全息記分板發出刺眼的紅光，暗影王朝高地防禦塔已被摧毀，觀眾席的聲浪幾乎掀翻穹頂。小綠的解說帶着哭腔，星火戰隊在落後20個人頭的情況下，竟然開始反推了。決勝團戰在遠古巨龍巢穴爆發，我的視野裏，莫拉的屬性面板泛着嗜血的紅光，47層被動疊加，全屬性提升94%。當灰麟的雙刃第23次劈來時，我操縱莫拉故意邁出破綻，讓刀鋒深深陷入左肩。他殘血了，集火。暗影王朝的嘶哮響徹頻道，5道技能光效同時亮起的瞬間，我按下珍藏整場的淨化術。莫拉的披風突然炸成血霧，猩紅之月在月光下分裂成12道殘影。系統提示音如同審判鐘聲，5連絕世。暗影王朝的水晶在彎刀風暴中化作齽粉時，計時器定格在23.59分。我的後背完全濕透，操作艙裏彌漫着血與鐵鏽的味道。觀眾席的寂靜持續了3秒，接着爆發出撕裂蒼穹的歡呼。當冠軍獎杯被舉起時，我望向廢墟神廟的全息投影，那些被我們鮮血浸透的刀痕，正在月光下閃爍微光。